来人家你要信息吼，第一首109首，欢喜救主做王，欢喜救主做王，大家就来敬奉，人人感恩吟诗，主永远胜利，心肝欢喜出声赞美，欢喜欢喜，时常欢喜。咱跟第一来，第二来，欢喜救主做王。时光吼，哦，咱带来真大的振奋吼，甲真大的快乐甲喜乐吼。咱来念第一首是580首，580首，这首就咱就时常来念。咱来念第一节甲第二节。我心大欢喜，我心大欢喜。真感谢上帝，秀出咱遮水的时光，咱过来念第三首，393首，393。这首做上名吼，咱平时较少言吼，但是真水的时光吼。全灵稳定主宰，吼真水、真壮大，吼真应当上帝是我。这个咱同齐，咱互相请安，吼。伫疫情点蔓延的时阵，咱当伫遮同齐礼拜，嘛线上嘛咱叫做兄弟，吼，咱大家咱这来起立，咱来用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咱来互相请安。咱的心门，咱来甲上帝三欢喜。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伊讲嘛，伊讲，咱伫个诗歌内底听到上帝吼，咱真正要来敬拜赞美，来，咱我的心里，咱就
现在你的生活，让咱甲上帝直接开始。我的心里流露出，流露出一个信仰。我的心里倘若回忆，一切都重新组所讲。叫咱所做，是叫伊所伊的旨意甲目的，是基督耶稣想使咱。所以，咱今日有法度伫这个所在，咱嘅主神来亲近上帝，咱知咱啥人是掌握咱性命的主，咱在这首我是谁，掌管明天。
为上帝是听，上帝替伊独生性命入咱的世间，互咱拄伊的人来得着活。上帝会听，伫这个所在就迄面地方，上帝是听。当然，咱人伊点伊来听的内底，就是点伫上帝，上帝来点伫咱。咱用咱的心，咱来开出咱的欢喜的声，领袖活出爱。这份爱是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但是我们却看得见，从我们身上来看得见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开心也有爱，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。耶稣的爱激励我，敞开我的生命，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甘心也有喜爱，心中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耶稣的爱，从天而来，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成为我的生命，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别人祝福。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，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，活出爱。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慈悲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何等有福！因为我们受召蒙拣选，不是依照我们自己的才能，而是依靠神你的恩典跟命令。耶稣，我们信，我们是所命定、所拣选的，所以我们也知道未来谁掌管我们的明天。这个时候，伫这个世界真困难的时阵，我们当用阮的心灵，伫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的恶露，传出阮何等的福气，愿阮所出欢喜的声，得到你的欢喜感恩，也最康拍者，得到你的欢喜，我手管今日礼拜进行，感谢恳求祈祷，这所的名，阿门。
今仔敬畏上帝的人，恁拢着来听。我要讲起伊为阮所做的事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时，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诗阿罗上帝。今日所要吟的是献诗109首，欢喜救主做王。咱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时，咱额头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你是一切荣耀，嘛是一切主宰，更加是阮生命中一切依靠，也是阮伫患难中一切拯救。伫这个国际有纷争、世界有疫情的时阵，求你赐平安伫阮的心。互阮无惊吓，单单仰望你的荣光，陪伴阮行过一切黑暗，因为你才是阮唯一的愿望。主上帝，你是荣耀的主，慈悲阁有恩典的主。感谢你为阮准备天国这个宝藏，互阮成做有福气的人。我要求你赐阮大大的勇气，全心全意追求这项你赐予阮的黎明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相信。这时，请掀开新信息后壁面刻印文1009首，刻印文背诗篇23。现着我来刻，兄弟大家来印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。伊予我新的气力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
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主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接着是圣歌队献诗，今日所要行的是开你心门。下面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记在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。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。现着我来读，兄弟大家来听。马太福音13章44节，天国亲像宝贝放伫园里，人拄着就放目伊。因为欢喜，才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群园。国天国亲像生理人找好的猪，拄着一粒不知值钱的，就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伊。以上。现在请起立，咱做伙来读主祷文。请，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会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会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敌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害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代代无尽，
阿免，请坐。下面是讲道的时间。今仔日牧师所要讲的上帝信息是天国的宝藏。我将时间交予国成牧师。两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上帝赐阮伫咱的心上，咱知影讲天国是耶稣的比喻，真重要。伫福音书内面，互咱的信息。伫马太福音13章上界有名的信息，也是讲对咱上界帮助、上界大的信息，就是天国的比喻，天国的比喻。那到底什么是天国？耶稣伫即章总共用7个比喻来讲什么叫做天国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奥妙。上帝奥妙就是伫咧天国，这是丰富甲荣耀来显出上帝的权能。因为这是上帝的国度叫做天国，这是上界会当表现上主互咱的丰盛、丰富甲荣耀。权能荣耀的所在，所以天堂，咱讲天堂是咱最后要去的所在。他说死后上天堂，死后上天堂。所以天堂会当讲是乐园，会当讲是耶稣替咱备办人生最后要去的迄个所在。但是天国到底是指啥物货？天国甲天堂是无共款的物件，无共款概念的物件，感觉足相款，但是因那足相款，其实是无相款。天国这个名词伫出现伫马太福音，路加福音用神的国，也是上帝国，上帝国，来表示，神的国也是上帝国，上帝的国。天国用伫马太福音用天国这个名词。所以天国当讲是上帝的国，嘛是神的国。天堂是咱死要去的所在，但是天国是上帝掌权的所在，是咱嘛爱努力，咱会当进入迄个天国，来领取、来支领、支取、领受上帝互咱的恩惠。咱知影国度有无相款？有出过国的人，你知影讲？风俗文化无相款，最近咱无法度出国，毋过咱期待今年国境会当开放，就是机场会当放较灵，互咱比较会当出国吼。其实已经有真侪国家，因已经你只要有注疫苗3剂，就毋免阁隔离。当然，咱即个政策以后会慢慢修正，放阁较灵，阁较松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咱人伫这个病毒的时代，渐渐爱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不过，咱互这个数字惊着，因为每一日还阁有几若万吼，有可能会破10万。总是叫上帝帮助咱。较真动静、中静的人，对咱来讲是较惊吓的事，因为每一日。有40-50人安尼染着病毒来过身，病毒重症的人对咱来讲，这挑战较大，因为咱教会嘛是陆陆续续，一礼拜咱教会咱的兄弟嘛拢有人确诊，因为要保守秘密啦，保守秘密，咱袂当讲真请也讲送着确诊，因为有人拢交代讲，牧师不要四处宣扬帮我保守秘密大多数都有回报啦，回报。所以讲，咱知影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以及咱教会亲人，咱的兄弟、厝里的人，检测拢有染着病毒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拢是轻症头，接着咱真好的医疗、健保的医疗来帮助咱，互咱度过这个非常的时机。咱知影咱出国的时，最后要欣赏什么？无相款国度的文化所带予咱的迄种甲欣赏，
譬如讲你去欧洲，哇，你就知影讲欧洲的文化甲咱是无相款。你去别个国家，对咱来讲，我是一种无共款的迄种文化。所以非洲的人有非洲生活的样式，伫欧洲有欧洲生活的即个格调。伫美国，咱就过美国生活的方式；伫台湾，咱就过台湾生活的样相。对天使角度，咱就知影讲有天使唱歌，迄种的歌声，亲像拄仔天圣歌队所吟，拍开咱的心门即首歌。但是呢，你若活伫撒旦的角度，会变做怎样？伫黑暗、伫苦毒的日子。所以，当咱进入天国，咱就要享受天国所带予咱的丰富，所带予咱的荣耀，所带予咱的喜乐甲头棒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你要活伫什么种的角度？是天使的角度，还是撒旦的角度？所以，对咱来讲，咱要安怎来选择？当然，咱嘛想讲，咱会当进入天国，享受天国所带予咱这丰富甲丰盛。但是，咱要安怎来领取，以及领受天国所带予咱所有的一切？伫马太福音13章12节讲，因为见若有的就要互伊，搁要互伊有剩；无的就连伊所有的嘛要抢去。就是讲，见若有的要互伊，搁互伊有剩；总是若无的，连伊搁剩一丝丝啊，若要甲伊抢去。哇！这个就是今仔日伫上帝国所要互咱真奥秘的信息伫这个内面。所以讲，咱若是伫天国的国度的内面，咱知这是无相款所带予咱的。所以天国的奥秘，就是咱心内袂当带着咱家己。所以耶稣讲，你爱虚己，就是看无家己，你要虚己，看无家己来跟对伊。所以天国的奥秘，伫咱的心内讲，咱心毋通藏着家己，是爱看无着家己。爱除去咱所有血气、肉体所带予咱这血气的物件，所以咱心内袂当讲上帝的信息予咱，咱袂当讲故意无听去，也是故意无看见，也是故意无明白。有时咱嘛毋知影讲咱是刁工的，也是刁故意的。有当时咱拒绝，也是无遵守；有当时咱无愿意付出；有当时咱是刁故意。也是咱知影讲，咱求得袂到，上帝的果效无伫咱的心内，到底这原因伫倒？因为即句话已经甲咱讲真清楚，既然无有的，搁要加互伊，搁叫伊有剩；伊若无，就要连伊剩一丝仔，我嘛要甲伊摕去。所以上帝国的奥秘就是伫遮。所以咱知影讲，上帝教示教导咱爱去遵守，无去遵守的人，你心真硬，无要相信，就是你还阁存在着你原本的家己。明明你爱去甲伊回失的，你却无想要去甲伊回失的，因为你阁存在着你家己。明明你知影讲要饶赦，也是要施舍要施舍，总是你阁摕袂出来，表示你阁想要掌握你裤袋仔内底所有的。所以天国毋是讲无这个果效，天国的果效是你若有，阁要互你阁较侪。但是呢，你若无付出，就是连你所有的嘛要甲你摕去。这意思就是伫遮，就是遵守上帝所予咱的教示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予咱有一个温柔、谦卑的心，因为上帝对人、甲环境拢会启示咱，拢会帮助咱。所以咱对咱所拄到的每一工，所咱拄到的代志，拢咧甲咱提醒、甲咱启示。所以要予咱得到搁较侪，搁哪来哪丰盛，就是咱
爱知咱心所大的是耶稣帮助咱。所以马太福音第6章第10节有讲到讲，若是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食，伫地里要安那？亲像伫天里，就是咱拄仔所读的主的祈祷文。所以当上帝的国临到，上帝的旨意伫正伫地里，嘛要亲像伫天里。这也是上帝国存在的意义，就是伫地里嘛要亲像伫天里。所以咱咧祈祷，咱不断咧祈祷讲啊，上帝国降临。其实上帝国有降临，但是人，你要知影讲，你活伫这个国度的内面无？你若是搁存在着，你完全100%，你家己，你就是无存在伫上帝国的内面。但是你若是看无家己，只有耶稣做咱的主，上帝做咱的管理、主宰、主管管理咱，咱将咱的主管放伫上帝的手中，啊是要照安怎来行？照上帝的话，照圣经来行，安尼你就是活伫上帝国的内面。今日的经节，第13章内面，其实才会譬如耶稣才会譬如分做2种，对2种无共款的人所讲的。第一种，伊是对所有的人，就是这群众讲，这是36节进前有4个譬如。是对群众讲的，然后后壁有4个譬如是私底下对耶稣的门徒、对耶稣的学生讲的，而且佫是私底下偷偷甲因教导。上耶稣对众人讲的譬如是安怎讲？这是上帝国的进展甲运作的方式。就那像一个国家有伊家己运作的方式，但上帝国的运作方式是安怎？就那亲像夜景，天国那亲像咧亚即个经济，天国嘛亲像即个挂菜子，天国嘛亲像即个物件，这是咧讲上帝国会安怎来进行，会安怎来进展，会安怎来扩大，耶稣用安尼来做譬如，亲像物件，亲像挂菜子，亲像咧亚经济，所以一定有修行，亚经济有修行，烂米粉嘛是。会互伊蓬松，互伊长大，所以伫天国看起来真小，但是以后有可能会30倍、60倍，甚至搁100倍。所以无论天国看起来真小，但是以后伊会成长真大，那亲像一粒种子变成一丛大的树。我会记得，咱去万里，同心团契去万里园区，看到迄丛挂菜子所发的迄丛树啊，虽然细丛，但是呢，伊以后会大搁较大丛，会大搁较大丛。所以这大来是全面的影响，这是耶稣对众人所讲，上帝国伊的进展会亲像一丛大树，会亲像即个米粉发起来。第二，耶稣对门徒讲的即个譬如是安怎？天国的价值。较宝贵，所以就是这天国，那亲像这珍珠，遮尼有价值，但是这价值出伫地，爱付出这个代价，你才得会到；爱付出代价，才得会到。这就是天国所真珍贵甲宝贵的所在。2种的差别，一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，这观众。有诶可能听入去，有诶可能无听入去。但是耶稣对门徒讲诶，这是要愿意跟对伊诶人，要互因了解天国诶价值。天国诶价值是你爱认真付出代价诶人，就是今仔日咱所读到诶经文，所甲咱讲天国亲像一块宝藏诶土地，内面有宝贵诶物件，那亲像一粒。贵重的珍珠，各位兄姊妹，你要做什么种的人？你是要做亲像这个群众，有听到，敢若无听到？是要做愿意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？知影讲天国的宝贵，所以耶稣用2种的譬如来讲着天国，讲迄个上帝国，也是讲迄个天国伫倒位？
到底迄个天国是伫倒位呢？好，路加福音有讲着讲，伫17章20、19、21讲，啊，上帝国当时要临到，耶稣甲因讲，上帝国临到，毋是显然，也毋是讲袂讲伫伫遮，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国就是伫恁的内中，伫恁的心内，所以上帝国变成个活伫咱的心内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其实真正上帝国是存在伫咱的心内。这个上帝国已经实现伫第二，伫第二，就是咱行出来、活出来。所以，用信道角度来讲，人信了耶稣，圣神住伫咱内面，控制咱，上帝做咱心中的王。所以，因为圣神踮伫咱的内面，因为上帝国踮伫咱的内面，就是存在。所以信耶稣的人，就是天国的一份子。所以咱讲，那是天国的子民，天国的子民，还有天国的文化，天国的生活样式。但是咱活伫第二，咱也亲像一般的人安尼，咱就无属伫上帝国的内面。所以这个宝贝就是咧讲啥？其实伊嘛是咧讲真正的福音。这个福音了得到，哇，内底有足侪温数藏伫咧内面。所以天国是创世以来，上帝创造这个万物所稳重一个奥秘，就是上帝国，就是这个天国。所以犹太人因为因弃绝这位君王，弃绝耶稣，所以上帝就将天国稳重起来，让人知影讲以后你找到，那亲像着乐透、着大奖一样，要来买这区田的人，就是指慕道的人，要找道理的人，已经找到，哇！这藏起来意思就是讲非常的宝贵。我要家己拥有，我无爱互人，我要家己拥有。变卖所有的，就是讲，伊愿意放弃一切来接受，嘛是愿意牺牲所有，愿意付出代价来得到。所以耶稣将天国的譬如，甲伊讲是贵重的珍珠，贵重的珍珠。所以上帝国亲像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买卖珠宝的生意人，伊咧找一个真贵重的珍珠，所以去找着讲，这珍珠是无价，是重价。所以天国的价值是人生无价之宝。天国所有的是无比的这价值，所以天国的价值是非常的宝贵，值得咱来得到。所以真理的价值嘛是人愿意爱付出一切来得到，所以遐愿意牺牲听到天国道理的人，因了解天国的价值，愿意为天国来付出所有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今日伫遮做礼拜，也是伫线上礼拜，互助会，咱是知影讲，这个天国宝藏的奥秘的人。耶稣用这两个譬如来讲着天国，这个亲像这个宝贝藏伫这个地里，有人无意中发现真欢喜，因为这个宝贝真贵重，变卖伊所有的，要来得到这块土地，好得到这伫土地内面所有宝贵的物件。这犹太律法是讲，你若发现到土骹底有啥物物件，你若是这个地主，安尼这个物件归你。包括真侪人去找宝藏，什么希特勒留下来的宝藏，2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宝藏，甚至有人唱水潜水去找那些沉船的宝物。所以过去战争，真侪人因为无法度临时无法度四散逃难，将物件甲带伫土骹底，后来战争过身去遐宝贝物件放伫土骹底，无意中去有人发现，哇！你若是无意中去发现，这就是真贵重，真贵重，属伫你的。天国嘛，亲像一个买卖珍珠的人，虽然伊已经有珍珠但是伊无满足，看到一个更较好的，伊就愿意
付出所有的代价去得到这个上好的珍珠。有圣经学者伫遮解说讲，这个贵重重价珍珠，其实只有一粒，只有一个若定。意思就是讲，世上有真侪好的物件，艺术，人的艺术真贵重，也是科学真好，人的知识真好，文学嘛真好，这种是伫精神文明中的物件。但是人的交配中间嘛有真侪疼，这是上好的物件，到底是伫底？就是上界宝贵的物件，就是主所予咱的这个福音，耶稣基督，就是咱愿意甘愿顺服，成做上帝的囝儿，成做耶稣的朋友。这才是世界上界好、上界贵重的物件。所以变卖一切、牺牲一切，来买上帝予咱这个重价的珍珠甲宝贝。所以天国嘛是迄个宝贝，迄个真价值的珍珠，予咱愿意来入捌天国，来放的一切来得到。所以天国是上帝予咱的救恩。所以马太福音第4章17节有讲，天国君啊，恁得爱悔改。天国也是悔改，跟悔改连在一起。所以要得到天国，最第一个代价就是咱爱悔改。咱知咱的罪，才会当得到迄个救恩。天国嘛是一个国度，是甲主来同享受这个主权，就是咱得到荣耀的免流。所以这个免流咱要得到，这个免流是既然是真宝贵的物件，是咱爱付出啦，爱付出代价，毋是免费的礼物。你爱忠心跟对耶稣才得得到。所以马太福音11章有讲着讲，天国是互努力的人才会当入去的。路加福音嘛讲着讲，啊，上帝国虽然传开，人人拢要努力入去，人就是爱需要悔改才得得到。保罗伊头前的表咧跑走，那亲像咧走表的人，那亲像咧走马拉松。遮尔啊努力咧走，遮尔啊努力，遮尔啊尽力，遮尔啊用力去走，为什么？因为要得到迄个奖赏。所以咱咧行天国的道路嘛是共款，爱努力，爱尽力。所以基督徒，咱爱常常伫咱的生活内面来悔改认罪，才有法度接受到救恩，甲主同在，得到迄个免流，得到互咱的迄个免流。才会当得到主人的娱乐，讲你来享受，来享受迄个好丰富。啊，若是无得到伫外口安那4个字，咬牙切齿。所以咱来得到迄个天国的宝藏，咱做一个捌货的人，做一个识货的人。真侪人你正要买物件，出去买物件，很识货，但是这个天国是稳重起来哦。是无一定会当互你看会到的哦，所以这经济的奥妙伫遮，这宝贝是稳重起来，放伫咧涂骹底吼。所以虽然是一个宝贝，但是捌货的人无济，捌货的人无济。我相信，咱在座有真侪人，咱的亲人检查。无信主，也是有信主，可能有信，佮敢若无信；有信，佮敢若无信。有人会讲啊，为什么你浪费一个礼拜日的透早，也是一日去教会，佮再奉献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爱付出遮尔啊多，所以有人会想讲，啊，咱毋爱用遮个时间去佚佗。但是有个信主的人哦。伊嘛无一定感觉讲，这个信用会宝贝伫底，敢若有主足好诶，无主嘛共款，所以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所以咱也无读圣经，无祈祷，无参与聚会，你日子嘛是安尼过啊？但是咱想看卖啊，这差别的意义伫底。
这差别就是讲，你军队主，你有认真军队，甲无认真军队，最后会当进入天国，甲无法度进入天国，就是差别伫遮。大卫伊知影讲，主是伊的帮站，是伊的源头，是伊的拯救，是伊的帮站。大家亲像大卫安尼来将上帝迄种的救恩，认真来追求，爱看见这个无价的宝贝。所以天国的宝座是稳重的宝座。所以耶稣伫十字架顶封定的时，所有的人拢离开耶稣，连耶稣学生拢离开。但是呢，迄个玛利亚军对耶稣，伊连七日的头一日嘛要去看耶稣，最后伊去看到什么货？伊去看到天使，耶稣的天使伊显现。甚至耶稣互伊看到，所以追求的人爱较无爱认真，你才会当去拄到上帝。所以有的人讲我哪拢看无到上帝？为什么我祈祷中上帝无听见我的祈祷？啊，是我读圣经无看去亮光，咱是来反省。有当时啊讲，主到底有听我无？耶稣是较无伊的人显现，就亲像即个玛利亚，伊较无耶稣，耶稣就互伊看去。所以咱的生活袂当过着迄种无所谓，也是有敢若无。要军队，就爱认真军队。耶稣就将这天国的稳重的宝藏来互你显现互你，因为你是捌会的人。第二，咱来认真祈求到底。所以，咱看来讲，天国佮亲像做生意的人要找迄个好的珍珠。所以，天国既然是真宝贝的物件，都毋是伫迄路边放伫路边路边摊的物件呢吼。来毋是伫遐用画，是那亲像放伫橱窗里面。迄种真宝贵的珍珠吼，真高尚的物件我记得过去真爱做学生的时代，大家真爱穿买名牌的物件我这有牌子的这是有牌子的有的敢若有牌，佮敢若无牌讲我这是路边摊的，路边摊是啥物货？路边摊我伫夜市买的，讲yes made，yes made 是啥物货？yes 买的敢若亲像迄个YSL 共款遮贵重的物件。我这路边摊的敢若 LV 的天国是无法度假啊！所以这珍珠贵重就是贵重所以咱认真去求，军队耶稣。甲耶稣的骹的，安尼咱才得会着。先知嘛，甲咱讲，你若找求我，若专心找求，就要互你找着。伫耶利米书有讲着真言嘛有讲，找着伊，那亲像找着阮要搜求他，如搜求隐藏的宝藏你要用搜求的要找努力的找不是只有找，还要用锤，用敲锤耶稣嘛，甲咱讲一个囡无去，搭伫厝内无去，就安那拍开电火，安那四界每一个角落去吹。你有捧起物件的经验，你就认真想要甲伊吹起来，吹出来。所以找到天国的宝贝，就是爱有这种的态度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。天国的代志，咱来用心去找，专心去求。咱去世界会当凊彩看，叫做 window shopping，你会当但是你要追求上帝真理，要互咱，你一定要认真，而且要很刻意执着去找着。第三，咱来付上这个代价，付上代价买。所以今日46节讲。拄到一粒不值值钱的，就去买所有一切来买伊。
变卖所有一切的，为了这个珍珠。所以各位姊妹，要得到天国是要付上代价。虽然咱讲救恩是互你白白得到，哦，是互你白白得到，是要互你，总是今日这经文已经甲咱讲，你要付上这个代价，才得会到。咱知影讲，你付出偌济的心血，得到偌济的努力。读册嘛同款，哦，这2日各种的会考，你若是无认真，你要考试要得到好的成绩，一定爱3年各种的生活认真，不能够临时抱上帝的脚。袂当临时去抱迄个上帝，讲主啊，叫我今仔日我考到好的成绩。你3年若无努力付出，是得袂到的。相反，咱信仰的生活是咱伫咱每一日、每一工，小小的累积，小小的累积，到最后，咱就欠好迄个伫天国好的存款，哦，要存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。你付出偌济钱，就得到偌济的价值。亲像你要去买车，哦，100万到100万的车。嘛有1000万的车，迄叫做超跑，哦，但是咱无需要买遮好，吼。但是呢，你讲我要几千块要来买一台车，敢买会到？有，你嘛买会到，买到迄个莲啊，吼，佮送你一只莲蓬，吼，哦，你若几千块买一台车是买袂到的，吼。有可能你真正买到迄个莲啊，若定吼。你若10几万嘛是买会到，有二手的。所以新车买新车，甲买二手的车，迄是无相款的价值，无相款你付出。所以咱来看今仔这个经节，你要付上这个代价，而且啦，就是买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，每一日伊拢过着经济的生活，有咧买物件，咱的生活同款，吼。总是咱生活日常要买一个便当，还是要买一个物件，甘菜这钱真少，咱袂去想足多。但是你想着讲我要食便当的时，有60块的，有80块的，有150块的，嘛有500块的，吼。咱若是讲我简单食，吼，60块、80块，就解决一顿。就毋免食到500块，对无？但是咱若讲要享受较好诶，吼，你买一个500块诶便当，哇，迄就无相款，内面诶物件就无相款。所以同款诶意思，你要得到偌济，咱就要努力，咱有时有可能讲咱无法度去买遮尔贵重诶物件，总是你伫你诶生活诶内面，咱来当去累积，吼，来当去累积。伫天国的存款，最后来得到这个珍珠，这个宝贵的珍珠。耶稣爱咱看无家己来跟对伊，因为耶稣是出罗卜的形象，顺服到死，死伫十字架顶。启示录有一间教会叫做菲拉铁菲，吼，菲拉铁菲教会，伊是领袖遵守上帝道，所以。启示录讲，这间教会要成做上帝殿的条石，迄个柱子，迄个梁柱。所以上帝要重用你，要甲你高升，咱嘛爱谦卑家己。迄个摕迄个领5000的，佮趁5000，主讲来享受我的快乐。救恩虽然是白白互咱，但是天国的免流是重价的宝贝。重价的宝贝，众家的宝贝，那个冠冕。所以上帝为咱付出代价，耶稣为咱牺牲伊的性命，流出宝血。所以咱爱付上代价，认真追求。耶稣讲，背起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，才当做耶稣的门徒。各位姊妹，咱毋通讲主啊，你互我得到这个好处。但是你拢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，上帝要互咱的是真实的丰富，是永远无改变。
所以咱知影讲，你爱做一个百会，知影讲上帝真理、福音、主的话是何等的宝贵，而且你爱认真追求到底，你爱付出这个代价买。这个买的意思就是讲，你爱认真去追求，愿意，你嘛爱放下你原本的家己，你才得会到迄带互你加倍的稳定甲恩惠，你才能得到迄个上帝国的保障，天国的保障。愿主赐福互咱，同心来祈祷，天父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来认捌真理，认捌道理，互阮嘛来敲吹，互阮愿意付上阮人生的代价，来得到天国所予阮种稳重伫涂骹底100倍，甚至搁较侪倍丰盛的恩赐恩惠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祈求努力敲吹。互阮认真来跟对主，互阮毋通真做一个敢若有搁敢若无的人，互阮愿意来行伫追求这条路的顶面，来领取，来支取上帝国给我们的丰富跟丰盛。主啊，阮献上祈祷，愿主你帮助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回应诗580首，回应诗580首，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，也即请起立，咱吟全首。我心大欢喜，我的嘴着吟诗，感谢。请坐。
这是咱同心来奉献，请奉献的结束准备。现在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。咱即时做伙来读经句，今仔经句记载伫周报下面。咱台语甲国语各读一遍。台语请：天国亲像宝贝放伫园里，人拄着就放埋伊，因为欢喜才去卖一切所有的，来买迄区园。马太福音13章44节。来，国语请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马太福音13章44节。下面是报告，甲着消息的这个本会消息，甲着介绍新的朋友。今仔日刚有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会堂。无吼，安尼我来报告。本会消息：第一，中选的公告，伫4月24日召开临时会会，办理长老甲执事的改选。咱拢总有5位长老中选，甲10位执事中选。咱中选的拢记载伫即个周报顶悬，兄弟咱请家己看。原主束缚带领头前的路，头前服侍的道路。第二，就任典礼伫7月10号，将要举行新的长老甲执事的就任典礼，请大家同心守望大道。第三，教会为了培养音乐的人才，要举办这个爵士鼓的团体课程。伫5月7开始到6月26，每礼拜日下晡的3点到4点半，咱由这个佳音姐妹来做指导，请准备鼓棒。欢迎青少年、甲着有兴趣的报名参加。要参加的会当咱林牧师来报名。第四，会家报告，兄弟咱请家己过目。集体相通。咱集体相通有侪兄弟因为辛苦白疼，也有因为生活工课咧袂拄好诶，嘛为着咱即个目前疫情诶关系，咱希望大家同心来带导，为大家来祝福。以上。老师有补充吗？即时请起立，咱来唱尾变诗。尾变诗393首。乌鲁专营恩典主宰，咱吟全首，煞接请牧师为咱来做祝祷。
感谢跪拜。公义灵啊，尊严颂赞的高万代。咱做领受上帝所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从，圣神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